更大消息，来看明年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这边是韩国瑜要代表出来选，但是伫个初选选输人的郭台铭要脱党参选的态势是愈来愈明朗。这看年的国民党军系势力的眼内是认为讲真不应该，到退休的将军来批评讲这是不忠不义，讲郭台铭无符合着关公忠义的精神。啊，嘛有咧拜关圣帝君的郭台铭并无回应。 去家己参加顺治铁路警察李成汉入署中烈士的活动，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有真侪媒体伫队。家己市长黄敏惠陪伫边仔做伙行。后来郭台铭去拜会无党籍家己市议会议长苏德芳，因为苏家甲总统蔡英文真有交情，这个动作真有蛮调侃意思。郭台铭无党籍、无候选人的身份，也毋过有法度主动。 虽然还未正式宣布脱党参选，已经引起国民党军系势力的不满。所有独立参选的人都不应该。关公不是讲忠讲义吗？如果不忠不义，在天之灵的关公都不高兴呢。将关公的精神拢搬出来，郭台铭无主动回应。啊，高雄市长韩国瑜继续讲，有人一直假抹黑。因为只要黑韩国瑜，就是有道理。 有团体批评高雄招商是零，过两天随请财政局长甲媒体说明，随着选前的逼近，市政若做不好，就会影响选情。韩国瑜嘛唔敢马虎。